喺現時嘅加美政治氛圍底下，聯邦政府為咗進一步推動本國旅遊業，近日宣布強大加拿大通行證 Canada Strong Pass 計劃。雖然叫做通行證，但係民眾無需持有一張實體或者數碼證件，先至可以享有相關優惠。呢項計劃給予國民，尤其係年輕人，一個喺呢個夏季免費或者有折扣進入加拿大國家公園、參觀博物館，甚至乘坐維亞鐵路火車 Via Rail 去更深入了解加國嘅文化。計劃由6月20號到9月2號，國民喺呢段時間可以免費進入由加拿大公園部 Parks Canada 營運嘅國家歷史遺址、國家公園、國家海洋保護區同歷史水道運河水閘，但係就並唔包括免費使用加拿大公園部露營場地、加拿大落基山溫泉、免預訂費、魚排同泊車費等等。私人同省級公園亦都唔包括在內。渥太華話，國民喺呢段期間無需門票就可以免費進入相關場地，亦都無需出示年票或者季票。持有為期12個月嘅加拿大公園部簽發嘅發現通行證 Parks Canada Discovery Pass， 或者可以由6月到8月期間通行嘅單一地點年票嘅國民，呢啲通行證會自動延長3個月。雖然國民唔能夠免費使用加拿大公園部營運嘅露營場地，但係就可以享有7-5折優惠。不過營火木材同泊車費等等就唔能夠享受呢種優惠，國民亦需要全額繳付預訂費。至於參觀位於首都同3個省份嘅國家博物館，例如國家歷史博物館、人權博物館等等，強大加拿大通行證計劃會容許17歲或以下嘅兒童同青少年免費入場，18到24歲半價。另一方面，通行證亦都會容許17歲或以下兒童同青少年免費乘搭維亞鐵路火車經濟客位，但係必須有一個成年人陪同。18到24歲經濟客位嘅票價會減半。若果已經喺計劃公佈之前購買車票，只要係喺6月10號之前直接向維亞鐵路購買，旅程亦都介乎6月20號到9月2號。相關旅客可以填寫網上表格要求退款，亦都可以更改行程。而因為每次預訂只能夠使用1個折扣碼，所以旅客唔能夠同時使用 Canada Strong Pass 同18到24歲嘅半價優惠，要用到2個優惠就要分別預訂。今集嘅溫家情為大家簡單講述強大加拿大通行證計劃，大家就可以預早安排暑假行程。下集溫家情再見。